为了让民众会使安心过年，警方伫过年期间拢会举办大型的治安维护工作。今年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对3号暗时的10点开始展开。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到警察局第4分局听取工作报告。市长强调，这届的专案有3大重点：治安平稳、交通通顺、民众安心。一方面是希望说，在年节重要节日的时候，能够给市民朋友以及这个来台南的这个朋友们一个安全的以及舒适的交通环境，以及安全的治安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除了平常的这个工作的绩效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意料之外的，包括交通事件、包括治安事件、包括暴力事件等等的事件的发生。那这端赖我们平常的这个努力。那我想现在也正值学生学校放暑寒假的时候，那希望说也维持一个给青少年朋友们还有同学一个安全的环境，尤其晚上过晚的这个喧嚣不仅危害安宁，而且妨碍安宁，而且对于这个治安都有一个隐藏性的不利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也特别来看我们警察同仁对于一些八大场所以及一些特殊有治安疑虑的场所的一个巡检，还有加强路检，这部分都是要做的。这届的春安工作也做了部分的调整，取消过去刑事案件会纳入绩效评分的部分，改成预防犯罪甲交通疏导等面向，强调服务为重点，希望减少过去痴案的状况，让警察的工作正常化。除了刚案件发生的这个部分之外，也有这个正面的服务民众，包括护操，包括这个交通的疏导，包括这个一些正面的服务的这个也算是绩效。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过去曾经有一些是平常已经知道哪里犯罪，他平常养案，现在来呈现这个部分，对于现在现实的治安状况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那正常的状况是说，民众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民众需要护操的时候，民众走失需要协寻的时候，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能达成任务来解决民众的问题，这也算是服务的绩效，那也算是我们绩效的评比。有这个部分，还有平常预防犯罪如果做得好的话，在犯罪就不容易犯罪案件不容易发生，一发生马上就能破获，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个绩效。所以从这2个绩效比平常已经养案了，那个我觉得其实那种救的方式不是民众能接受的。会后，市长也前往警察临检的路口了解这届执行的状况，同时慰问辛苦的警察人员，感谢因为民众来维护治安。警察局也再次呼吁市民，这段时间如果有拄到警察的临检，请用路人配合，共同守护大台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